丰先，先后来就是甲伊做安尼，啊，即马调剧南都夜曲，啊，若甲伊讲南都夜曲呢，大家就较知影，因为这首歌啦，啊，真好听，啊，真好听。即马搁过来呢，迄个先甲各位报告一下哈，因为若要化妆先吼，咱是地下室的化妆先，从迄个门行出去呢，哦，直直遐去到男女会。啊，这边呢，拄则行出呢，啊，伫后边遮后男女会啦吼，所以讲咱遮的每一站的化妆室拢伫后边，你去后边甲找就有啦吼啊。搁过来呢，就是第三首呢，就是紫竹仙啦，哦，咱以热烈的掌声啊，来甲伊欢迎。这是第三首的《紫如仙》啦吼。啊，讲到唱歌吼，若要唱歌，咱只会长辈较好唱啦吼。因为呢，即阵的协进会啦，是老人会，是关怀中心的，拢有咧设咧卡拉 OK 啦吼。哦，即马拢咱遮的老辈天下吼，嘿嘿。因为我伫阮庄里吼，大部分拢遮的老菩萨吼，大家吼都爱唱歌，毋知影讲伊的声大遮好安尼啦吼。哦，大家安尼会先笑拢不来点钟，逐日都天天都有啦吼，所以讲会使讲，即咱遮长辈的天下安尼，较早吼较艰苦，要唱歌较无法度，哦，迄阵都较散嘛吼，生活就较无遐好啦，唱着歌来讲这散拉，散都也都会拉安尼啦，呀，即阵大家真富裕吼，大家咧唱歌吼，拢遮老辈咧唱，即煞少年咧较无咧唱啦，所以讲若要唱歌就咱遮长辈啦吼，咱这是咱的团，叫一个出来讲吼。就有迄个调拗，大家了解安尼啦。
第四首呢，大家较了解吼，关安岭之恋啦吼，这条歌也真好听。咱再次呢，搁甲伊鼓掌吼，甲伊鼓励。这就是咱第四首的关仔岭之恋。我第四首关仔岭之恋呢，大家只会回想起咱的童年啦吼。这条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
即摆佫过来呢，第5首呢，就是真心来交配，大家真心来交配啦吼，唔通有疑心安尼啦吼，做人一定爱诚实，一定爱好，所以讲这叫做真老师甲咱讲真心来交配。咱即摆呢，就再度以热烈的掌声啊，再来甲你欢迎。首呢，真心来交配啊，雕行者牛犁仔歌吼。所以我若甲恁播牛犁仔歌，大家就做有印象啦吼。因为牛犁仔歌呢，从咱做囡仔就捌听着啦吼。所以讲有人写啦，迄个新明导演啦吼，像阮西港乡啦咧挂乡吼，啊，迄个牛犁仔阵吼，哦，感觉吼啊，伫演奏呢啊真好啊，真好看呢。哦，即摆第6首呢，就是呢，迄个
最后的祝福啦，最后的祝福，对真心来交会了后，较祝福大家。所以讲呢，咱再度热烈的掌声来甲伊欢迎。最后就是呢，最后的火车站啦吼，甲大家祝福啦吼。所以讲的是呢，感谢大家吼，互我声拍甲遐尔大声，互恁的知名财富满大厅啦吼。所以讲的是呢，今日咱的国家的进入首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理事长就交代讲，迄个国家的时间呢，差不多半点钟啦。所以讲咱安排6首，差不多半点钟啦吼。无若要互咱国家大呢，已经学的差不多伫迄个将近200首这项啦吼。所以讲的是呢，就简单去半点钟就6首啦吼。所以讲有人请这个家己的国乐团，加有去外口表演，迄是当地内底的，迄个来咧借鉴啦，是咧开班啦，互咧安尼，传起安尼啦吼。所以老不足的时候呢，
贵一个所在呢，大了无好的所在呢，望咧注意前进，上进前进呢，会当家鼓励原谅啦吼，即摆咱就到咱的副理事。啊，各位啊，我第一回非常感谢李胜玲吼，咱整体刚刚吼，叫这些义工来支持。过来吼，咱要请周先生吼为咱开始吼，来拍一拍来，请咱周先生来开始者。首先吼，来感谢咱的大主席吼，这个周先生，也是咱一贯都如何正常主持是咱的前任呢。而且今日做环境，今嘛今日是个咱环境咱的体育竞赛人员大家年龄来甲咱指导，真客气。要入来门口开始就安尼吼，就对有一寡遮土亲。真心诚意去甲咱环境咱来咧只来感谢咱的检讨师、咱的助理、这各位吼、这组长、这领导吼、这干部、这菩萨等等，在阮遮呢代表阮体育竞赛人员这个协会来感谢呢，来请吼来周先生甲恁开始，甲恁致辞安尼，大家咧吼，谢谢，大家。咱今仔日吼，有这个因缘，即拢爱感恩咱这个新理事长，咱大家甲鼓励欢迎吼，因为这个因缘就安怎看呢？所以讲缘啦吼，咱中国人足重缘嘛吼，所以讲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所以这个缘有兄弟的缘，有爸母的缘，有翁仔某仔的缘，也嘛有道缘啦吼。我叫咱新大哥，我都叫伊新大哥吼，叫伊是道缘啦。其实伊也有捌我，我也毋捌。当时咱咧建设的时阵，还袂啥好，甲伊捌来两转。第一转咱就见夫人，新夫人来，来我就感觉讲，这个新大哥吼，安尼真慈悲真善良，佮讲话呢，真这个条理，真条理吼。请问各位咱这个前员吼，咱这各位这个做先进，咱这个台语听有，还是来用国语？听有啦吼，唔免用国语啦吼。所以吼，伊来遮参观，我咧甲介绍咱这个道场的文化，爱听了真欢喜。安尼了后呢，伊就放一张名字我，讲伊是名人。搁第二遍，我有甲讲，我若要落成，我若要甲邀请。足可惜就是讲伊的名字足是礼貌，兼就是讲我去甲拍去。所以伫这个当中呢，我就来甲联络、甲邀请，甲落成了啦，伊搁来一撮带千金，甲因夫人搁来，甲囝婿，迄个时阵呢，咱咧甲介绍，介绍是介绍咱道场尔，嘛是拢无。